多謝遵禮節園文化中心公告，2026丙午12生肖第11個生肖狗。肖狗者今年嘅吉凶星勢均力敵，3對3打成平手。不過肖狗者都係有福嘅，因為正係狗虎馬三合，又多咗一層助力，都係吉多啲。吉星有趨吉避凶嘅地解，具威儀藝術感嘅華蓋，同埋有貴氣嘅三台，有啲孱弱啊！凶星就有麻煩星五鬼、小人星官符，同埋妨礙家宅嘅披頭。呢啲凶星損財傷丁，力量雖然唔係十分大，但係但凡涉及家人老少嘅，就係麻煩同埋討厭啦。事業今年吉星多有利於事業，就盡量喺呢方面用功啦。今年三合，同事、上司甚至客戶係三合生肖入邊嘅，就較好說話，合作起嚟事半功倍。三台就只係令到肖狗者地位名氣提升，並無咩實利嘅。不過靠名聲名氣嘅行業，或許會容易得到賞識。當然啦，仲係要靠個人嘅能力，先至能夠持續得人器重嘅。例如行內有好多伴奏者，初次或者會較容易俾人選中試用嘅，咁咯。華蓋就趨向文學藝術方面，從事文化事業者有利，學生都計喺入邊嘅。五鬼同官符帶嚟小人是非，肖狗者小心禍從口出，謹慎說話。五鬼晚上力量更強，晚間工作者就要小心惹上麻煩啦，唔好令到地解呢個逢凶化吉嘅小吉星太過攰啊！財運正財偏財就令到肖狗者月月如常得到就得啦。如果能夠選中或者咁啱係合適嘅合作者就更加好啦。但係涉及合資或者錢呢啲事就唔好預肖馬者啦。今年肖馬值太歲，可能會被沉船嘅。俾肖馬者出力出謀合作就得啦，好似好衰咁啊！五鬼會引發破財嘅小人同埋搗亂，官符又會惹官非，呢啲處理起嚟係會花錢嘅，所以能忍則忍，免身麻煩。留啲錢買保健品俾家人，為老人家安裝平安鐘或者家人買保險啦。因為披頭在位，人口不安啊。愛情去年人氣爆燈，冇伴侶咩？唉，真係冇嘢講啊。不過今年仍然可以努力嘅，因為三合同肖馬肖虎者會好投契咯，結識下啦，做唔成情侶都會成為好友。另一方面，披頭令到家宅不寧，令到肖狗者暮氣沉沉，負能量增加，會唔得人中意噶。加上五鬼在位，肖狗者人際關係呢，會有小人無風起浪，自己小心觀察下真偽啦。如果肖狗者能夠喺今年生到個仔，咁五鬼呢一個凶星就會轉凶為吉，因為添丁發財。不過要順其自然，唔好強求啊。健康今年主要係五鬼帶嚟身體嘅小毛病，身體弱。呢個凶星嘅能力少，但係破壞範圍廣泛。披頭仲衰，令到肖狗者人口不安。古代稱主校服不靈嘅，
其實現今嚟講，只係一啲小毛小病，流感、傷風喺今日已經唔算係一回事啦。令到老人小孩配合季節打好預防針，喺人多地方戴好口罩，注意衛生就得啦。唔同住嘅就多啲問候。肖狗者自己本身反而有地解逢凶化吉，屋企人就冇啦，所以要關心佢哋多啲。遵禮小貼士：肖狗者今年受五鬼嘅影響，身體易生病。而於家中或者辦公室嘅正南方放一個圓形金屬鐘，有助化病化災。